等今日咱买游览的款啊，后壁搁一台游览车哩。好，感谢上帝听堂，来看，请咱下开周报第6面，谢谢。周报第6面，咱三个做来看各部会大道的事项。咱感谢上帝，赏赐咱真侪稳定听堂，也应该讲，咱一生的年日其实就是上帝听堂的见证所累积起来，所以咱会通伫上帝听内底受尊劳到伫如今。咱将着这一份的祝福听堂来分享，伫咱兄弟姊妹，伫咱厝边头尾，伫咱的朋友同事，这是咱会当报答上帝恩典的一个祝福。所以，咱请看这个代志有几项。第一，就是咱为着圣安圣教会的开拓来祈祷，圣安圣教会的开拓来祈祷。那么后一期的这个儿童周末营，因昨的时阵就开始准备课程，还是有定伫暑假的时阵开始来上课。所以，咱呢为着圣安圣教会开拓来祈祷。明年3、4月左右，咱应该会开始正式甲总会来签约。也要开拓咱圣安圣教会，所以咱请特别为着这个代志来感谢、来祈祷、来宣告圣安圣教会要建立，成做真侪人的祝福。了后，咱也为着儿童主日学来祈祷。第一点内底讲，为着主日学招募新的同工祈祷。咱主日学的同工有需要搁较侪的增加，所以咱请也为着咱这个兄弟姊妹，无定到你家己啦吼。你若是会动的时阵吼，你来甲孟村传道报名，还是来甲牧师报名。日本的主日学吼，因的老师吼，幼稚班的吼，拢是阿公阿嬷咧带的，所以咱其实吼抑阁足猛的咧，所以吼，若是你的心中受上帝的感动甲引带。你讲吼，牧师无我来试看卖你来甲牧师讲，也是去孟村传道讲，牧师则开班来甲你上课，开班来甲你上课，咱会当三甲做伙。其实你若要带孙基本上你就要带儿童主日学啦，特别是幼幼班的所以你毋通甲牧师讲牧师我老啊，某说120岁，搁咧带孙仔咧，你所以为这个代志祈祷求主兴起新的同工。了11月24甲30，你看咱的囡仔嘛是真做宣教的大福音的大群，伫咱的社区也要来报佳音，所以为这是祈祷。了为着学生团契，你若感觉你都比顾囡仔抑搁较勇的你会当来顾学生团契，嘛是需要新的同工。咱会当三甲做伙来关心，会当同齐，互咱对着囡仔、对着少年人，咱会愈来愈少年。所以圣经应允咱一个代志，因为你倚靠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上帝就赐福你，互你亲像老鹰安怎样啊？老鹰翻怒翻动啦，气怒翻动啊！所以咱会当三甲做伙来服侍。求上帝继续使用帮助咱，迄个信心甲行动会当合做伙伫咱的内面，咱就会当进入上帝的丰富内面。咱就为这几样代志，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安乐圣教会要成做传福音大有荣光的教会。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你会听甲阮三甲同在，保守阮、引带阮，伫你赐恩的日子内底，互阮进入伫上帝你家己的丰富。主啊，你亲自引带阮，伫一切所行的事上，阮会通更较侪来经历认捌上帝主，你伫阮心上美好的旨意。主啊，你照顾、你保守、你，互阮会通三甲做伙受栽种伫耶和华的殿中。主，我要感谢你所赐福的一切。你尊留阮的活命，是为着要互阮会通诚做上帝你的见证、你的荣光。主细囝为家己祈祷，保守引带，互我伫主你的内面活出上帝你美妙荣光的祝福。
主啊，帮助阮，赐阮互阮，互阮伫主你的听内面，甲主你三角同行。你要亲自成就美好，要亲自伫阮的身上做成主你美好欢喜的工。为了阮会通真侪上帝的儿女，为了阮伫主的国度内底会通真侪上帝你的欢喜，主阮为遮来感谢。唯愿阮伫主的面前安尼讲，主啊，互阮进入伫上帝你的祝福。互阮徛起伫上帝你的国度，互阮代表上帝的大使，伫这个地面上徛起，阮是真侪阳光见证，阮是真侪喜乐见证，阮是真侪平安传福音的使者。互阮的脚因为亲像传福音，所以就有平安。主啊，你的确保守，你的确赐阮，互你的教会真侪大有能力的教会。有城安圣教会会通伫南区的所在徛起，会通真侪南区金灯台有美好的见证，有照顾，有疼痛，有甲人带到上帝你的救恩内面。主啊，这正真正荣耀的救恩。阮所有伫主的面前继续仰望你，保守引带阮，赐阮互主日学，赐阮互青少年团契。主啊，互所有教会大大小小。主日崇拜各小组，主啊，执事会，主日所有各部会相亲等等，主拢会通伫主你的内面，真侪大有能力传福音的大群，真侪传福音的大群。感谢主，你路用教会，使用教会真侪报好消息、传福音的使者，传福音荣耀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教院来报告。这平安，真欢喜，咱又会当三角直接伫上帝殿所内面，感谢主。说是报告，第一，今仔日11月17举行年度职事改选，请各位兄姐伫守望大道有备心投票，并且现任的职事于国语堂崇拜后一同留落开票。第二，廖牧师将伫11月18到26前往中国培训侍奉，敬请兄姐为牧者的侍奉以及出入平安行程祈祷。第三，12月22礼拜日圣诞主日将举行洗礼式，有意愿受洗者，请向牧职同工报名。已经报名有赖万宏、陈正贤、林经伦、叶银新。第四，本会今年度圣诞活动一览表刊登伫周报第4页，敬请兄姐一同守望大道，有备心同心侍奉，并踊跃参加，邀请兄姐参加。第五，城安圣教会卡督点12月份将举办圣诞活动，欢迎兄姐将家中用袂到全新的物质奉献作为抽奖活动之用。第六，12月29礼拜日中午12点到下晡4点，将举行全教会联谊运动会，欢迎兄姐、兄弟姊妹以及厝里的人踊跃参加。报名费每人50块，有赠送午餐，请自行上网填表报名。当日主日崇拜改为上午9点半联合礼拜，请注意哦。当日9点半以上报告，到报上报告。谢谢。咱这时咱请敬拜团。哈利路亚，阿门。上帝笑面看咱每一个百姓，每一个信徒，咱是互伊受调的。伫遮甲大家线上的，现在就会伫上帝殿中的
来做为主接的请安，上帝赐咱平安甲喜乐。阿阿门。再去写台圣经，看伫指点伊要安怎选出迄勇士的时阵，上帝讲22000人伤济，变伫咱若拍赢就讲哇，因为人介济。上帝伊叫伊要安怎来找迄个没有胆怯惧怕的人来跟随。到尾啊，选剩剩300个，遐300个就是敬虔、佮有勇力的人。咱甲边个讲，你就是迄个勇士。甲边个人讲者来，你就是迄个勇士，互上帝所拣选的迄一位。哈利路亚！伊的殿中，上帝面前，咱所有百姓来组织，用客用的方式，咱来先来听一摆咱的音旋律。repeat。那个要2次哦。好，咱请来起立。我先来。上帝面前所有百姓主接，上帝面前所有百姓拢来主接，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百姓拢主接，上帝面前，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百姓拢主接，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信徒主接。上帝面前所有信徒拢来主接，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信徒拢主接，上帝面前，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信徒拢主接，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百姓主接，上帝面前所有百姓拢来主接。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百姓拢主接，上帝面前，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百姓拢主接，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信徒主接，上帝面前，所有信徒拢来主接，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信徒拢主接。上帝面前，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信徒拢主接，上帝面前，敬拜主。在主面前下拜，我们向他鞠躬。我们向他鞠躬。咱来看遐个人咧敬拜偶像的时阵，因的虔诚，咱就会叫咱的身体更加愿意伫主的面前下拜。阿门。咱搁一摆伫主的面前所调心你的心，交托伊谦卑伫伊面前，搁一摆。哈利路亚，咱感谢伊，俄勒伊。感谢伊，乐意。感谢伊，感谢伊，感谢伊，大主宰，感谢伊，阿乐伊，因为你大主爱，感谢伊，感谢伊，感谢伊，大主。感谢你，阿乐你，因为你大主爱。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大主宰。感谢你，阿乐你，因为你大主爱。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大主宰。感谢你，阿乐你，因为你
祷，咱来感谢，哈利路亚，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啦，主啊，我就我的心交来你，求你的灵开启见百姓的心，是你的百姓，是你的信徒，是你忠心的信徒，是你认真你的查某囝听你，我要感谢你，在你面前会当有机会，有这款福分，受拣选，如今上帝的中，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我的眼呀，我的开启，我的灵啊，就交代你，愿你的灵交代我，给我的心来灵最厉害的工作，最厉害的工作。拢要归乎你，唯有你是阮的上帝，唯有你是阮的主，阮的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继续来吟，持续来吟，直到咱的心开。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大存在，感谢你，阿拉你，因为你大慈爱，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大存在，感谢你，阿拉你，因为你大慈爱，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大存在，感谢你，阿拉你，因为你大慈爱，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大慈在，感谢你，阿拉你，因为你大慈爱，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大慈在，感谢你，阿拉你，因为你大慈爱。拍拍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我若要夸口，我就抓着主耶稣基督来夸口。我要学着伊，伊互咱听咱的恳求，听咱祈祷，佮叫咱能当靠着伊，就免烦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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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听我祈祷，听我的恳求，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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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可以有变欢乐，我心快乐，我的阿乐伊，我的阿乐伊，我的阿乐伊，我心快乐，我的阿乐伊，我可以有变欢乐，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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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就听我祈祷。快
快乐，我们可以就变快乐。阿门。主要用稳定陪伴咱的烦恼拢来等伫脑后，无去成为，因为上帝嘛甲咱讲，咱袂当用着咱的烦恼，互咱的头鬃变白。哈利路亚！所以烦恼拢是耗掉我们心神的事情。咱若超然有愈侪上帝话伫你的内面，有上帝的话伫你的内面，咱就会当愈有快乐，靠主刚强。因为主用稳定陪伴你，陪伴我。阿门。上帝的恩宠，咱头前的路，无论我艰苦，伊永远带路。只要咱坚信我靠，伊会推，伊会关保护。咱无伫赶路，世间万项事，虽然有悲伤，有就是我人生风波，咱的主要安慰，互咱心勇行。主要用稳定陪伴，用疼爱照顾，一路唱我的咱生命，基督甲咱同跳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喜乐恩惠，上帝的恩宠，咱头前的路，无论我艰苦，伊永远带路。只要咱坚信我靠，伊会推，伊会关保护。咱无伫赶路，世间万项事，虽然有悲伤，救主是我人生风波。咱的主要安慰，互咱心勇行。主要用稳定陪伴，用疼爱照顾，一路唱我的咱生命。基督甲咱同跳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喜乐恩惠。咱伫主的面前沉默，想念伊极大的宠爱、恩典、怜悯。主，你伫遮，目睭紧紧，甲咱斟酌看，一切的苦情，伊拢了解。愿咱拍开心门，互伊听管压伫咱的心内面，真做咱生命的养分，搁再一摆坚强起来。主要用稳定陪伴，用疼爱照顾，一路唱我的咱生命。基督甲咱同跳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喜乐恩惠，主要用稳定陪伴，用疼爱照顾。
喜乐恩惠，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喜乐恩惠。主，阮感谢你，用恩典陪伴阮，对年头到年尾，你的慈爱、你的眼目，一直照顾伫阮的心上。主，我要感谢你，伫你的恩典内面，阮会通受照顾到如今，悠然徛起伫耶和华你的殿中。主，经过的艰难，真侪阮心灵溃烂的成长，也因为你的同在，阮的家庭得蒙保守，阮手中所经营的得到你的祝福。主，你讲，超找你的无地高见效，敬畏你的大有福气，跟对你的。用上加用，运上加运。你是信实的上帝，互阮定定会晓倒转来超找你，互阮会记得阮的活命、阮的动作、阮所有一切，拢是因为你的疼痛无离开。你若是将你的气收倒转去，阮就归地无去。上帝啊，帮助阮，互阮会记得。你是活命的源头，阮受尊劳是为着要见证你，为着要活出你伫世间人的当中束缚的证据。所以求你继续引带阮，保守阮，互阮为你来活，照你的话语来活，阮就真侪你的欢喜。就真侪这个世代的阳光，迄个阳光会照亮伫世界人的当中，迄个阳光会甲人的脚带入来上帝你平安的道路。你是阮的主，你引带阮，你要保守，你要照顾，你让阮一生的年日真侪上帝你的欢喜。主继续引带阮，保守阮。看顾阮的心，阮的灵，拢伫你的内面，真侪主你欢喜的儿女，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同齐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尽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听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请坐。是，咱是上帝的学生，咱得对主来学，对主来行。启应文第46篇安尼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因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得到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承受土地；饥渴业无义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得到巴掌。恁属人的有福了，因为因要忘临术；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看见上帝；互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称作上帝的囝；为着伊受困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因的；人若因着我就骂恁、逼迫恁、捏造逐项的歹话来诽谤恁，恁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顶的赏赐是大的。阿门。下面咱请牧师来正道。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咱来看周报第4面。咱同齐来读本周主要的经文，有2段，咱同齐做伙来读，请。我伫上帝面前，并伫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伊的显现甲伊的国度吩咐恁，的确爱传道，无论得时无得时，总着爱用百般的忍耐，逐样的教示，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耳孔的鸟随趁家己的情欲，加添真济师傅，并且暗耳无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得爱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力的职分。所以咱并无丧胆，外体虽然毁害，内心却一天胜过一天。咱这至渐至轻的苦楚，要为咱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咱毋是顾念所看到的，那是顾念所无看到的。因为所看到的是暂时的，所无看到的是永远的。阿免。再一届，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伫即时，搁再一届恳求你的恩典，加添伫阮当中。因着耶稣基督所来的宝血，洗净阮所有一切的罪过，互阮伫信心内面来领受分别为圣的祝福。就是伫这段时间内面，阮会通三甲做伙，得到圣灵的同在、恩典的加添，甲主你同行，甲主你同心。甲主你三甲做伙，互阮就是甲主你三甲做伙，用听道来敬拜上帝，来尊荣上帝，互阮会通听、明白、领受、去行。了主你讲，阮若安尼做，阮一定会得到你的欢喜甲祝福。阮就要伫万百姓当中徛头无徛尾。互阮伫主你的内面领受这份的恩典，圣灵啊，恳求帮助阮；圣灵啊，恳求帮助阮；圣灵，愿恳求你的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古早人讲一句话，行100里的人，大部分拢行到8、9十，伊就停起来啊。因为感觉讲，再搁落去应该无啊。若有，哪有可能遐尼久？所以就感觉讲，安尼无啊，所以就翻头。结果到尾啊，听到人讲，其实搁落，搁一时啊，伊就有啊。我进前的时阵，捌甲各位分享过一个例，伫阮西螺庄骹。古早的时阵爱拍插古井，迄阵啊无亲像咱即马有自来水。了有一个好野人，因插一口井，插一口井呢，插了真久，已经插几礼拜啊，拢总插无。尾手的时阵啊，伊就讲要安尼，迄古井就无爱啊。尾来时阵有一个送养人安尼讲，无你即口井来卖我，我来继续来插，若插有井，有水。你就即口水互我，我原来当迄落
吼，这井水算这土地恁下，但是你井袂我，但是我来插水原来会当互恁啉安。迄个人讲，无紧来你就摕去用。所以迄个宋乡人伫迄个所在呢，伊搁插3工，伊搁甲井搁挖甲深咧，3工了后就出水泉出来。迄个好野人感觉真有意思。尾下时阵伊就伫迄个所在甲伊口井，甲连带迄块土地拢送互伊，但是伊就是原来共款食迄口井的水。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有的时阵是安尼，咱就是真拍拼。但是咱看讲这无效啊，但是坚持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康德这个中国世纪内底伫迄个所在讲，伊是诚做迄个世代内底德国真出名的这个哲学家。了，伊古典的这个哲学内底，伊到今仔日还阁影响世界传递真侪人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或者是社会信念等等。拢抑阁有真大的影响，甚至真侪人抑阁咧研究伊的物件。了，伫伊咧做即个思想改造变化的时阵，伊有一家人甲伊问讲：你是安怎会做即个代志？会当坚持遮尔久？伊回答即句话讲：既然我已经行伫即条路啊，那安尼任何代志拢无应该妨害我沿着即条路行落去。今仔日咱的信仰是毋是？原来有即款的坚持，咱的确得爱笑脸。保罗定定，圣经内底保罗先生定定劝勉咱，咱的确得爱坚持到底。咱因为咱已经经历过上帝伫咱当中所行的一切，无论是病得到医治，无论是经济来得到改换，无论是咱的生活忧愁。真侪平安，等等这些代志，一项一项发生伫咱的教会。那呢，咱的确当爱伫主的面前，甲上帝讲：是，我的主，我的上帝，我要坚持来行这条路。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内底，伫这个所在安尼讲：我伫上帝面前，并伫将来审判活人甲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伊要显现的国度来吩咐你。圣经伫这个所在，甲咱提醒。这是保罗先生甲伊的学生、伊的徒弟提摩太甲伊讲：你的确爱做这项代志，来传播福音、报好消息，互身边的人。是安怎安尼做这个代志？因为你知影，你所敬拜的主是单位的一位主，伊是审判的主，并且更加重要一项代志是伊将来会显现。如果咱所信的，若是敢若一个理念，那安尼。咱毋免烦恼啥物货，理念就定定会当改变。但是保罗甲提摩太讲，你所信的毋是一个理念，你所信的是一个活活的神，对死个活，并且将来要审判活人甲死人。所以爱世字，嘛爱欢喜。搁较爱坚心活去。第二部分呢，伊伫这个所在讲你的确着爱传道，因为听无应该是干那咱家己占起来，咱的听应该是会当分享的，并且咱造就下一部分的人，伊也要分享这一部分的听。所以伫迄个所在讲，今仔日的世代内底有真侪虚假的代志，但是如果咱若是真，咱应该着用着这个世代做见证。互迄个真继续传扬伫这个世代。你知影今仔日咱台南的时阵，去年诈骗集团毋是1000万、2000万去年咱台南的诈骗的案件内底是几落亿，实际上的数字上少一定超过3亿。我若无记毋对，应该是9亿外的款台南尔呢。所以求上帝怜悯咱、保守咱。互咱成做一个有真实的话语的人。咱若是信耶稣，甲主同行，咱信耶稣，阁无甲主同行，安尼其实咱是啥？咱是属灵的诈骗集团，你敢听有？咱就是变做属灵的诈骗集团主耶稣安尼讲，我无安尼行，安尼我阁甲，就是咧甲这个世界讲啥？讲白贼。
所以保罗讲爱斟酌。第三呢，伊讲爱凡事谨慎，因为伫迄个时代，伫这个时代内底，咱会面对真侪挑战。人无一定真爱听真的话，但是真的话要安怎讲？啊，咱要安怎样啊吞论？要安怎样互人会当接受咱？咱会当伫迄个所在家做见证。咱斟酌注意看，耶稣基督是安怎会做王？耶稣基督的做王，一方面是伊的言语，伊的言语是亲像有权柄的人。伊的言语是安怎有权柄？因为伊大声做了才来讲。但是其他所有宗教是拢甲你讲甲足好足好，但是拢做无啥会到，甚至根本就是干那会当讲袂当做。但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句话，是拢伊大声做过来，伊才来讲。咱会分辨这个无共款无？其他的宗教信仰是讲足济，但是无一定做会到，甚至是根本无可能会当做的。但是耶稣基督毋是甲咱讲13天地外的代志，耶稣基督甲咱讲的是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并且伊大声做过啊，了后才来甲咱讲。所以啥物话？这道成肉身，就是亲像耶稣基督安尼。咱的主耶稣基督，伊的道毋是用嘴讲的。伊的道是活出来，迄个才是道。所以道顶礼拜、牧师定咧讲，道毋是一寡言语尔，道是一个人的生活。道本身就是迄个人。我若是一个行伫正直的人，我若是一个行伫正直内面的人，安尼我就是正道。我若是行伫歪高刺错的人，安尼我就是邪魔歪道。所以道本身是一个人，但是上帝是迄个正道。所以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讲啥？起头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亲爱兄弟，咱一定爱真明白这样代志。道是咱活命的见证，所以伊会含世界的虚假有真大的冲突，但是咱是活伫这当中为主来做见证的。首先，咱看审判的主救赎的显现。伫这个所在讲，我伫上帝面前并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伊的显现甲伊的国度来反复你。伫这所在来讲到一个代志，咱今仔日所面对的是审判的主。这世界无一定有法度甲咱审判，庙宇内底也是其他的宗教信仰，因为来讲到审判，但是是虾米人甲伊审判呢？毋知。所以，咱上届到落尾民间咱的这个社会上的人到伫落尾，若讲甲袂拄好的时阵哦，干来讲出一句话：人咧做，天咧瞧。但是天是啥呢？毋知。天是啥毋知。了后的时阵讲啥？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毋是毋报，时候未到。但是时候是上咧管理的呢，毋知。但是咱所信的上帝毋是安尼哦，咱的主上帝亲自对天顶来到世界，并且将真正的活命活过一摆。伊亲自伫咱的生活内面来见证这个代志，所以伫咱的活命内底，咱爱真斟酌。伊家己本身对死个活，并且伊是照上帝的心意所来，伫上帝的计划所来。所以咱会记，咱所信的主是个真个活的上帝。何英进牧师真爱讲的一句话，我也感觉真有意思。你毋知有记起来无？伊拢定爱讲啥？咱所信的上帝是啥？有个真，有个正，有个灵。有个啥？你有记起来无？那我拢甲记起来呢，我拢足认真听到的呢。你爱学无？所以我呢较认真听到。有个真，有个正，有个灵，有个啥？迄就是咱的上帝。所以咱的活命内底，咱爱知咱咧敬拜的这位上帝是啥？伊的国度，伊的能力，无有任何倒一项代志，无有任何倒一个能力会当阻挡伊。就是这一位上帝，咱就的确爱惊。所以主耶稣讲啥？讲迄个有法度甲人的身躯切切的
太太的迄款的，你抑阁毋免惊伊啊。上解爱惊的是啥？有法度甲咱人的性命收转去，并且佫甲伊等伫地甲火湖来，迄一位你才是爱惊。迄一位是啥？是咱的主，是咱的上帝。伊是疼的主，但是为着要保护公义正直，伊必须要甲罪恶除掉。所以地狱的火是为着要消灭所有一切的罪恶。保罗先生讲：你惊刑罚吗？你惊掌权的吗？安尼只有一项代志，你着对主来行，行伫良善内底，咱着会毋免惊。所以古早人毋是安尼讲，无做亏心事，半暝啊毋惊鬼弄门。所以咱的主是迄一位会当互咱求告、会拯救咱的主上帝。亲爱兄弟，互咱会记哩，甲主三甲同行，即个活命怎样活出伊的美好？路加福音内底也安尼提醒，人伫上界细项的事上来忠心，上帝就会祝福伫伊所有一切大事的顶面。所以求伫咱人的身上的，是咱是毋是有忠心遵照主的话语来行？咱若遵照主的话语来行，咱就会互上帝所录用。有时阵，咱会拄到真大的困难。圣经内底真侪遐个遵守上帝话语，或者是讲伊是真伟大的人物。你家看遐个人物的出现，伊上界落尾拢是一项代志：遵行上帝的话。上帝安怎讲，伊就安怎行。咱对着拿阿是安怎会当伫罪恶的世代得到救？因为上帝亲自甲伊讲：你来做一只大船。120年内底，伊咧做迄只大船。迄只大船佫是做伫山顶。你敢捌听人讲迄船做伫山顶的？无嘛？拢嘛做伫海边，无嘛做伫溪边，哪有人迄船做伫山顶的？120年内底，全世界的人拢咧甲伊起笑。敢若因兜无定定，我想讲哦，迄阵啊因囝敢会来甲伊问讲爸，你头壳敢有歹去？啊，你做船做伫山顶，大人拢去甲咱笑呢。我住伫咱兜足无民主的呢。但是毋是啊，因遐囝对细汉一直到大汉，一直到年老，拢对因爸咧做一只船。亲爱兄弟姊妹，咱去看亚伯拉罕，上帝甲伊呼召出来。伊甚至抑阁毋知影要去倒位，但是上帝甲伊讲：我叫你起来，你就起来；我叫你停，你就停。落尾，伊就安尼行。到今仔日，咱抑阁咧纪念亚伯拉罕。所以，咱伫一个人会成做伟大的人物，伊的本身上界大，就是因为听叹上帝的话。伫苦难中，犹原坚持相信上帝的话。约瑟，互因兄哥家卖去埃及，人用卡链手铐，家链条咧，带去到埃及。伊迄阵啊做外劳，希伯来人生活伫埃及的国度，佫是互人拍卖，带来到伫埃及。但是伊对上年轻、上介少年的奴才，做甲总管家，佫互因女主人喜爱，了后伊互人陷害，关伫监狱。圣经讲一句话，讲啥？耶和华甲约瑟同在。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的话语伫伊的活命内底活出来。耶和华甲约瑟同在，但是安怎？约瑟也愿意甲耶和华同在。爱会记哩哦，耶和华甲约瑟同在，但是约瑟有甲耶和华同在无？有，所以伊坚持伫迄个所在，无听叹因女主人的话，所以伊坚持伫监狱内底
我虽然做工无法度领薪水，但我相信上帝有缘看见我所做的一切。所以耶和华上帝甲约瑟同在，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约瑟也爱欢喜和耶和华同在。上帝其实甲咱每一个人拢三甲同在，重点是咱敢有甲上帝三甲同行、三甲同在，这是咱会当三甲做的主言。了，圣经有一句话内底安尼讲：压伤的芦苇，伊无压断。要花的灯火，伊无分析。咱真容易读这段圣经。压伤的芦苇，伊无压断；要花的灯火，伊无分析。咱真容易读这句话，咱拢感觉上帝会保守引带咱，互咱行过所有的艰难困苦。这句话是对的，这句话是对的。上帝保守咱，互咱对着转弱，互咱对着病痛，互咱对着艰苦、忧伤内底，用要死去迄款情形内底，上帝亲自带咱陪伴，亲像无师娘今日带咱所吟唱的诗歌，主要用恩典陪伴。所以到伫如今，上帝拢照顾咱，所以咱就愈来愈伫主的听内底，长大成熟。咱的艰苦经过，咱的病痛经过，咱的经济欠缺渐渐愈来愈好。咱的病痛得到主的医治，这拢总足好，所以咱会当见证讲，压伤的芦苇伊无压断，要花的灯火伊无分析。总是这句话内底，其实你知影，伊下边一个这句话是引用以赛亚的册的这句话，马太福音内底嘛该引用，但是伊引用过来了后，佫有一句话，伊佫下半段啥？听候以施行公义，互公义得胜。亲爱兄弟姊妹，什么是公义？公义就是上帝，公义就是耶稣基督，公义就是圣灵。所以咱今仔日伫上帝面前内底，咱领受这恩典疼痛，但是伫这个所在，咱爱斟酌的注意啥？上帝尊留咱的活命，是为着要互咱啥？见证真理。咱一定爱斟酌这样代志。上帝尊留咱的活命，是为着要见证真理。这才是咱活着的目的。上帝尊留咱的活命，无一定是要互咱好野。上帝尊留咱的活命，无一定是要互咱会当安尼耀武扬威。上帝尊留咱的活命，是为着要互咱见证真理。你看圣经内底，遐是顺道者。你看彼得，上帝尊留伊的活命，到落尾伊是颠倒头顶十字架。你看亚利米，先知亚利米，甲上帝同行，遵探上帝的话语，将其落尾，伊是互人掠去。伊甚至互因共国的人，甲伊浸伫鹿骨埋内底的古井，并且是规身躯落落去。我毋知影吼，咱可能敢若逐个圣经，咱就甲读过。你斟酌注意一样代志，咱的手有无？咱的手若浸伫水内底10几分钟，还是你游泳起来，你有看到你的手安怎？了甘水着了。迄若佫浸落去，皮肤是会烂去的。但是亚利米是互人规身躯安怎？落伫鹿骨糜内底。伊是上帝的先知，伊讲的话人无爱听。佫互人甲伊浸落鹿骨糜，做先知做甲足可怜有啊。所以咱着斟酌注意这个代志，伫上帝国度内底，咱怎样看这个代志？咱受尊留是为着要见证真理。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咱受尊留是为着要见证真理。甲伊讲，所以咱还是。受尊留是为着要见证真理，上帝就会为你、为咱负责到底，因为上帝是真理的本身，这就是咱生命受尊留的目的。亚利米伊安尼讲，耶和华上帝对伊讲：
我耶和华是监察人的心，试验人的肺腑的，要照逐人所行甲伊所做的结果安怎来报应伊。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保罗对着提摩太讲：我所亲爱的囝，你着斟酌，为主做工，你着知影，咱是上帝咧负责的，咱是上帝咧负责的。所以我有熟悉一个救主堂许邦成牧师，伊的妈妈牧师妈的见证，伊有一日发现肺腺癌对，对，肺腺癌了医生甲伊讲，呢无偌久啊，迄阵伊还未70岁，60几岁。了，医生伫个所在甲伊讲你可能3个月还是半年，就差不多啊。了，伊就甲上帝讲：上帝啊，我求你怜悯我，求你医治我。所以就伫个所在甲上帝祈祷，祈祷其中有一个原因伊甲上帝讲：上帝啊，安尼啦，毋好，你毋好你上帝啊，为着要无互你的名见效，拜托你互我活到70岁。迄种改成68岁迄款啊，了伊就讲上帝，你互我活到70岁，无安尼会互上帝你的名见效。你敢知影啥人互上帝的名见效？圣经讲啥？咱人一生的年岁是70，若是勇健会当到80。所以你得爱读圣经，知无？你若50岁破病的时阵，医生甲你讲无路用啊你爱甲伊讲上帝啊！你有讲过，阮一生的年日是70帮助我医治我、怜悯我。你我读圣经就是有这个路用，你知无？你一定要读圣经，有信心去挖靠上帝的话。另外一部分是啥？对咱有一个真大的提醒。我即马拢甲上帝祈祷啥？你敢知？上帝啊，若要照人生的计划圣经的年数，我差不多阁剩8、9年通去活尔，你知无？安尼若剩8、9年安怎？爱较认真活咧，念伊着要安怎？念伊着要高效啊！我听过一个牧师伊讲过一句话伊讲啥？伊讲那活过80岁的迄逐工所活的拢是啥？拢是稳定，拢赚到的。所以那安尼的时阵，敢无应该搁较报答上帝的恩典？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个牧师妈伊就安尼，了后伊就甲上帝祈祷，上帝伫迄个所在伊就讲，我无爱做化疗，就要做开刀，医生讲爱做化疗，伊讲袂，迄头毛甩了了，我都无介水啊，佮头毛甩了了，佮愈无水，所以伊讲要开刀，我爱化疗，医生伫遐讲，哪有可能？到尾手的时阵，伊讲若无我要来走啊，所以医生讲，好，我甲你看，我甲你看。尾后先去会诊其他的国科，尾后真正甲伊手术，手术了第4天，伊就甲医生讲医生我要出院啊！医生讲捌互人遮紧来出院啊，佫大咧。然后医生逐工来甲伊巡房，开刀手术第1天来甲伊巡房。医生伊若来的时阵迄帮成牧师嘛就讲感谢主，阿罗主，哈利路亚！上帝听从伫我的心上一直阿罗，一直阿罗。医生第1天无讲话，第2天的时阵伊就讲。甲迄帮成牧师妈讲牧师妈，你也感谢我啦，是我医生甲你开刀的咧。了后时候伊就讲，系啊，我知影你甲我开刀，但是是上帝请着你甲我医治的啊。所以爱大声感谢上帝啊！我嘛毋是讲无感谢你，我嘛感谢你啊。所以伊就迄医生刚才逐工来的时阵，拢看到伊，都是大声感谢上帝了，才感谢伊。亲爱兄弟姊妹，安尼帮成医师，毋系帮成牧师。伊的妈妈牧师妈对伊开刀到今安尼经过偌久呢？12年。了后呢，阮咧拜四的时阵，搁去因兜伫好尾寮遐，最近起一个新厝，阮去因兜做伙食饭。了后你看迄牧师妈迄勇勇克克活甲一只亲人来讲啥，亲像一位活灵共款。了后迄啥？迄医生甲伊讲你着爱逐年来做检查。伊讲我得几年拢总无啊，安尼无就是无啊啦。所以拢无去检查。
对啦，无就是无啊！亲爱兄弟姊妹，我要甲你讲啥？我要甲你讲，活命是伫上帝的手中，上帝借着医生来帮助咱。上帝有至权无比的权柄，伊审判各项代志，伊判断各项代志。了，牧师嘛，迄阵啊，就是帮生牧师嘛，伊讲这样代志。我的确伫即世人为主来活，用祈祷、智慧为教会守望，用敬虔来，互阮的囝儿世世对着上帝。一年老的生活，就是安尼，迄就是伊人生的目标。伊的人生目标就是用祈祷、智慧守望教会，用敬虔敬拜上帝，来影响祝福伊的囝儿世世。这是毋是咱的主，咱的信仰？真水。第二，保罗甲提摩太讲，你的确得爱注意传道、传福音，来甲上帝都见证出来。伊伫这个所在讲，的确得爱传道，并且爱专心，并且用啥？忍耐教示人，了安怎爱责备、劝诫、劝勉。咱人生内底，毋是干那传道人会面对这个代志，其实咱每一个人，逐工拢面对着五花杂色、真无共款的人。伫这五花杂色无共款的人内底，咱爱会晓会多元的变化。保罗家己讲过一句话，讲遇到什么款的人，我就做什么款的人。了，伊讲哦，遇到无律法的人，我嘛做无律法的人。但是，我毋是无律法，乃是伫基督下面，我就是伫基督的律法内底。安尼，保罗咧讲即句话是啥？讲咱爱体贴别人，了解伊的情况，但是毋是甲咱家己的规矩强加加伫伊的身上，但是咱爱甲伊共款，明白伊所讲、伊所做。你知影有个人真爱练笑话，了的时阵有一届我拄着一个人，伊讲：哦，牧师，我足久无看到你啊，看到你哪看到啥物货咧？了我甲伊讲：嘿，真正足久啊，500年无看啊。伊讲较有遐久啦，我甲伊讲无够久哦，安尼啊无1000年。伊讲牧师啊，我都活无100岁，你遐久。啊，这就是咧练笑话。有个人真爱练笑话，伊就甲伊练笑话。哦啊，所以你着斟酌，真侪人无共款，咱面对的人拢会无共款。但是咱活伫汉间，就爱讲汉人所听的话，会明白。无，咱伊毋捌上帝，伊毋捌保罗，伊毋捌约瑟，啊，咱拢甲伊讲保罗、约瑟、上帝、玛利亚，伊听无。所以保罗讲，的确着爱斟酌，要传道进前，家己本身一定爱真认捌这个代志。了，圣经伫这个所在讲，迄个时阵，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耳孔会上。了，随叹家己的情欲添真济，真加添真济的师傅。你知影什么会或者耳孔会鸟无？耳孔的鸟的意思吼，伊是讲啊，人拢望吼听到一寡新鲜的代志。有个人吼，若甲你讲一寡代志吼，我讲，你敢知影什么代志？啊，我知影，我听过啊，有无？咱真容易会产生这款感觉。但是圣经内底讲啥？是无毋对。伫这个时代内底，咱来甲人见证。但是这个时代内底，真侪人是无意爱听这物件。总是伫伊心灵软弱的时阵，伫伊遭遇人生困难的代志，咱斟酌注意代志。渐渐，这个社会内底，甚至教会变做一款巴比伦的教会。巴比伦式的教会是啥？集中贵族的人口，强调人的能力，了代志愈做愈多，但是拢无要祈祷。了，亲像企业化的这个企业这款经营的方式。了建筑非常的辉煌，大概就是这样。了因用到巴比伦化的标准咧治理咧运作教会，所以教会到落尾变做是一款这个啥中产阶级的俱乐部，这无应该。保罗一直非常无赞成这款的教会式，这款的教会模式毋是上帝的欢喜。真正的教会内底应该是对上
上介年老到上少年的，伫社会上介有地位到社会上无地位的，拢总同齐做伙敬拜一位上帝，拢总同齐成做兄弟姊妹。迄才是一个真正基督的教会，毋是巴比伦式的教会。今仔日咱要选举，咱要怎样选合上帝心意的同工？圣经内底讲，就是互圣神所充满，伫教外内，伫教会外口有互人学乐的好名声，并且是甲主上帝三甲同行的人。咱爱斟酌爱祈祷即款的人。当上帝咧竞选国王的时阵，大先去到亚西因兜，亚西伊的三个大汉囝，又搁高强，又搁缘投，又搁水。迄个时阵，先知撒母耳伊讲一定是这个，上帝甲伊讲毋是，了搁过第二个，上帝讲毋是。搁过第三个，上帝甲伊讲毋是。上帝甲伊讲，你毋好看伊生得高强大汉，因为耶和华上帝所看的毋是高强大汉，人是看外表高强大汉，但我所看的是啥？内心。迄个内心，毋只是干那指着伊敬畏上帝，迄个内心也个指示伊伫软弱中会当仰望上帝。迄才是一个真正上帝所喜爱的心。一间教会若是干那一直学亲像这个世界巴比伦式的建筑经营，安尼看起来改成真强盛，其实伊是老练尔。教会若是干那为着要满足人的需要，想要爱啥，高举人的成就，成做教会的前提，欠缺瓦靠圣灵，将应当归到上帝这款的内涵，安尼教会就会亲像百货公司，满足顾客的需要。信徒到落尾就会变做消费者，伫个所在嫌这间教会，嫌迄间教会，无下我的意思。即间咱伫中山路的星光三月无效，咱来永福路迄间物件较济。伫安乐圣教会无效，咱来另外迄间人较济，迄就会变做是消费者的心态。但是今仔日咱同齐做伙伫上帝的家，伫上帝的国，咱怎样照主的心意？来甲主同行，同齐伫即间教会内底，伫即个社区，伫即个城市，见证上帝。神奇的代志，无一定会做出幸福。幸福真侪时阵，拢是伫简单甲朴实内底。所以咱的活命，共款真理无一定是非常安尼青颖、金光闪闪。真理真侪时阵，拢是伫介上介少、上介简单的代志内底来发生。送养的人有福气，艰苦的人有福气，咬喙焦、心无义理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互人和睦的人有福气。咱有斟酌这个代志，其实拢是啥？生活内底上介基本的物件呢。但是上帝讲，福气就是伫即内底。古早有人讲过一句话，安尼讲：真侪人感觉幸福就是有车、有钱、有厝、有囝、有孙。但是其实幸福真正是啥？是无。无烦无恼，无忧无愁，无病无痛，无艰苦无忧伤，简单的幸福。咱其实无一定需要遐济，只是我期待有遐济安尼尔。
最近的时阵，有人甲我讲，牧师你最近瘦足济呢。我甲你讲真正瘦足济。我介济的时阵我到78公斤。啊，你敢知影我啥啊会瘦足济？因为发现爱搁去做裤，所以的时阵袂当。迄裤拢毋是穿歹去，拢是愈穿愈细领，奇怪会揪水的款。所以呢，我就只好开始禁食，搁禁食祈祷操练。结果的时阵对78，落甲剩72。我就想讲连工我会来菜市甲伊讲来你切一块6公斤的肉，我看卖啊偌大块。了若切互我的时阵，我就看卖啊，切的幸运，讲好多谢你。我是干那要看迄块6公斤的肉是偌大块安尼尔，我无要买，对。亲爱兄弟，幸福就是伫遵守上帝上简单的真理，敢毋是？幸福就是遵守上帝上介简单的真理，你就会无烦无恼、无忧无愁、无病无痛、无灾无害。来甲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幸福就是遵守上帝上简单的真理。所以呢，咱若遵守上帝上介简单的真理，其实你就会得到上介大的幸福。我真正无甲你骗，我真正无甲你骗。圣诞节要到，为着要互人认捌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咱规划真济的这福音行动。咱今年的主题是啥？好你加赞有主耶稣。你知影？你的人生内底是啥？好你加载，但是咱毋是干那好你加载。咱是好你啥？好你加赞，好礼加赞，安尼知无？安尼有乡土无？安尼有记起来无？来讲一解，好礼加赞有主耶稣来，好礼加赞有主耶稣。对，咱的人生就是安尼。上帝毋是干那甲好的礼物互咱尔上帝在加上啥？上赞的拢互咱。主帮助咱，互咱真正认捌这一份。好，你甲看，遮侪节目。对11月30日、2、3、4、5、6、7、8、9、10、11，佮添一个就12啊！遮尔济节目，遮尔济，咱到底是咧做啥物货？咱爱会记哩一样代志，若毋是受圣神感动，无有人有法度讲耶稣是主的。所以毋好互活动代替对上帝的敬虔。我佮讲一解。毋通互活动代替对上帝的敬虔。咱有遮尔济的时间，咱所更加需要的是啥？为了遮个时间祈祷，咱伫祈祷中产生遮个时间，咱伫恳求内底求上帝赐福互遮个时间。伫到遮个时间会当成做人的祝福。完成的时阵，咱伫主面前献上感谢，咱一定会当做正这个代志。所以，毋是要办活动，是要啥？互人听到上帝，是要互人认捌主耶稣，是要互人得到圣灵的帮助。这才是咱办活动的目的。活动是方法。目的是要互人见到主、认捌主、享受主，所以咱需要祈祷。是安怎？因为若毋是受圣灵的感动，咱做的节目未比人较水。但是若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同工，咱就是做了更较无比人较水的节目，有缘有法度，互人的心。找到真正的平安，迄才是咱真正的目的。来，你看周报第4面啊，周报第4面有甲这个节目表全部拢印伫遮。所以呢，咱回去的时候，咱好好使用这个周报，咱就邀请兄弟姊妹，邀请咱的亲戚朋友，更加重要的一样代志。更加重要的一件代志，咱无一定有来参加祈祷会，
但是我牧师甲各位拜托，定甲即张节目表摕起来祈祷，定甲即个节目表摕起来祈祷，恳求圣灵使用咱，互咱教会所有的活动带出真正的效果甲意义。所有一切行动，敢若有一个目的，互人认捌上帝，互人经历上帝，互人享受上帝，互人一生一世倚靠上帝，得到真正的祝福。迄才是咱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并且也是真真正正要互上帝欢喜的代志。所以，为愿咱伫遮个代志会当三甲做伙，因为咱是甲上帝三甲同工的，毋是咱咧做，会记咱是甲上帝三甲同工。上帝意爱咱安尼做，咱就安尼做。咱只有祈祷求上帝引带，咱才会通讲咱是咧服侍上帝。若无，咱就是咧啥？咱只不过是咧办活动，咱只不过是咧办活动。办活动到落尾吼，办了的时阵，人家讲，忝甲用要死，迄就是办活动。但是若是服侍上帝呢，办活动了，你会有一款心灵内底喜乐、满足。上帝感谢你，我会通伫你的荣耀上三甲做伙有份。你甲体会看觅啊！当咱若是祈祷，甲上帝同工，参与伫遮圣工内底，咱就是真正咧服侍主。所以咱爱凡事谨慎。虽然这个代志对咱来讲有真济真大的挑战，但是请咱斟酌注意。圣经内底甲咱讲咱安怎样，凡事谨慎，尽忠来做。什么是谨慎呢？谨慎是面对三种，第一就是对咱家己，咱爱斟酌憔悴，毋是凭咱的血气做代志，毋是凭咱的血气伫迄个所在讲我要做啥是啥，伫灵性上斟酌憔悴。谨慎第二就是甲人相处的时阵温和适度，敢若有一个目的啥，为着要互人得到益处。所以谨慎毋是谨慎咱家己呢，是谨慎要怎样互伊得到利益。了后，谨慎是对代志冷静、斟酌细致，安怎互伊会当更较焦状。所以咱谨慎是面对家己。嘛是面对上帝，嘛是面对人，嘛是面对代志。这个意思就是啥？定倒转来敲找上帝，唔好干那凭着家己的血气做代志。爱对人好，这是对。但是迄个对人的好内面，是伊的心内底遇着上帝。最近的时阵有一个影片，不知影真有意思。伊讲一个阿伯啊，伫迄个所在要领钱，了一个少年人伫迄个所在就讲无阿伯伊就迄个阿伯袂晓领钱，一个少年人就过，阿伯就甲迄少年人讲无你来甲我帮忙我领一个，这个少年人伊就来，就伫迄个所在要甲帮阿伯领钱。尾来时阵边仔佫有一个人来讲，少年啊，来你万请诶，伊就从我甲阿伯讲，阿伯无你若爱领钱安尼啦，无咱请警察来甲你领钱啦，领诶时阵警察佫甲你的钱保护掉啦，嘛较袂防较袂安怎样，安尼较安全安尼啦阿伯听到了，迄卡片摕了就走去啦。咧讲啥？讲诈骗集团就是安尼啦。有诶时阵伊就是拜托你领钱，了诶时阵迄录影机翕到你着，翕到你诶时阵结果迄个人是诈骗集团，但是拜托咱家替伊领钱，结果互代志别空诶时阵，录影诶时阵是录着谁？录着我，毋是录着伊啊。所以帮助人的时阵是有智慧，这就是啥？这是谨慎。咱当然爱为着伊的利益，但是安怎爱会晓伫保护家己，毋好互家己落入伫罪恶甲罪恶三甲同工的情境内底。每一个人拢有伊的职分。古早人讲啥？做牛就爱拖，做人就爱磨，做鸡就爱称。做人就爱变，毋是做人就爱翻啊！做人就爱变啊！你莫翻啊，莫翻了伤厉害。
所以，伫咱的活命内底吼，爱斟酌。每一个人拢有伊应该徛起的位分啊。哦，咱每一个人拢有伊应该徛起的位分。真做牧师爱准备讲道，真做敬拜团爱练歌，真做上帝后生查某囝安怎爱甲上帝的名报互人知？这是啥？这就是做家就爱请啊，迄是咱的本分啊。哦，哪有可能讲哦，咱做上帝后生查某囝，啊了对上帝的代志拢无准闻着，安尼毋是足奇怪？所以咱就爱起来。哦，11月30念伊就到。我今日咯本来要穿一双鞋来，啊尾仔想想，搁无，我等下搁要去换一双鞋啊。因为哦，咱教会哦有一个家庭啊，我就甲伊讲哦，牧师哦最近哦，迄一双鞋啊，了是有了较报去啊，穿了较报去，我就甲伊讲要中国大陆。了的时阵哦，伊就甲我讲牧师我就讲安尼去因兜家买鞋啊。结果的时阵去的时阵哦，伊就甲因为我头前哦骹迄个所在遮哦较跨身，头前迄个关节迄个所在遐较跨身，所以真侪鞋啊足水哦，我拢袂当穿。因为迄头前较跨面，伊种边身的窄身的嘛，我就爱穿迄个啥？即马有一款版面叫做啥？宽宣版，对不对？就是迄个骹头、迄个关节迄个所在遐较宽迄个所在，所以我即马爱穿迄款的，所以我就去，去因咧店的，我就看，穿这双也袂当，穿迄双也袂当，穿迄双袂当，我穿足久拢袂当。了时候有一双穿落，拄啊好麻，佫足好势。我买鞋啊买偌久，你敢知？3分钟我就买好啊。了我就甲伊问讲偌济钱？伊就讲牧师毋免。伊就怎？我甲伊讲大行安尼，伊讲牧师毋免，因为头家娘、头家有交代，头家妈有交代，讲你要去传福音，所以即双鞋啊，互你穿伫骹呢。所以我来讲，我要甲你讲啥？你若为上帝，上帝就为你，安尼你听无？来，你甲身边的讲者，你若为上帝，上帝就为你，你甲伊讲。我真正无甲你骗啦，你实在，所以你知吼，这至尖至轻的苦楚，因为真侪时阵我毋是甲你讲后盖你拢会通得到免费的鞋啊，毋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啥？咱的心先对准上帝，上帝的心就会对准你，听有无？咱的心爱先对准上帝，上帝的心就会对准咱。所以进入12月份，纪念耶稣基督降生，分享疼甲关怀的季节，爱为着厝内底的人、朋友、同事，会得救，歹势救拍了毋对啊！存心的哦，帮忙改一下，得救不是这个救啊，得救救命的救所以咱来为着这个代志祈祷，当然毋是干那为着这个代志祈祷。其实，若照着福音的事奉来讲的时阵哦，上界重要是啥？咱一年内底其实拢爱规年探天，为着咱厝内底的人得救祈祷，将其落尾安怎？伫过偌济圣诞节的时阵，看见因受洗归入主的名，迄是一个收割的时刻。所以也爱为着咱的大兄属灵的大兄以色列祈祷，因为因是上帝国的大囝。当全世界拢要庆祝圣诞节的时阵，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阵，但是咱的以色列大兄也未认出耶稣就是应允的弥赛亚，伊也去替咱咧抵挡属灵的战争。所以咱爱对这个代志内底有一个警醒、明白明白。真侪上帝的儿女，真侪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威尔史密斯啊，伊做过真侪电影伊是这个啥，
这个金像奖影帝啊哈。了，伊讲过一句话，伊讲我甘愿甲遐做代志吼，做了无真好势，但是愿意安那付出100%的努力的人甲伊合作。但我无愿意甲遐干那付出60%的，就感觉家己介厉害的人做伙啊。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一款精神。咱伫上帝国，咱是付出100%，还是干那付出60%？咱就感觉讲，哦，我已经做了足济啊。最近的时阵啊，明仔牧师就要去中国大陆，人就有个人听咱的教会直播，了后，然后看到这个周报告啥物话等等，伊就甲我们讲，廖牧师啊，中国最近遮危险，你搁要去哦？我知。我就甲伊讲，我嘛毋知我是安怎要去。毋过我要去的时阵，就足有平安。你看，含个鞋啊，都拢甲你穿好啊，你搁毋去？安尼听我的意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为着上帝国，咱愿意付出无？今仔日要选举执事，咱爱为这代志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能进入伫上帝的国，互咱认真打拼。毋是礼拜堂的水会吸引人，真正毋是礼拜堂的水会吸引人，嘛毋是节目的好会吸引人，毋是。最后我用阮老师曾明泰牧师的一句话，伊伫脸书顶悬所写，咱来做结论。伊讲礼拜堂乃是象征着上帝的临在，目的是互人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超找上帝的面。但是今仔日，上帝是借着伊的子民组织教会，临在伫基督徒当中。请注意，毋是伫礼拜堂，毋是礼拜堂。我搁再一摆讲，绝对毋是礼拜堂，毋是节目的精彩，是一个教会内底，是毋是有上帝的同在？只有透过安尼，咱才有法度真正讲，咱是咧传福音，咧见证上帝。借着安尼，咱引带人悔改认捌主，成做上帝的儿女。求上帝帮助咱。咱今日选举，会当真正选出合上帝心意的同工。检采是咱家己，检采是咱所信任的，但是超越伫这顶悬的上界重要是啥？是上帝啊！你爱阮做啥？互阮毋是军队家己的感觉，是透过祈祷讲上帝，你要互什么人伫这个时刻同齐担任这个职分，通过安尼同齐来建立教会。建设教会，互人因为安尼认捌你、归向你、经历你、享受你、一生侍奉你。咱这时三个做伙来祈祷，牧师请你特别来祈祷，咱同齐徛起来祈祷好无？咱特别为着咱等下要选举，咱来祈祷，所以咱将着今仔日对主所听见的信息。来做一寡的回应，为着咱家己会当来经历上帝，来侍奉上帝；为着咱无论伫什么款的时间，咱会当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咱也伫为着今仔日的选举，特别伫主的面前祈祷，互咱会当慎重伫主的面前，毋是倚靠家己的感觉，是恳求圣灵真理的引带。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三甲做伙同心来祈祷，仰望上帝你的听，伫阮当中成就一切美好。你是主，是上帝，主引带阮，互阮倚靠你，心内底有平安，有真实的信靠。主，互阮伫这所在，搁再一届进入伫你家己的丰盛，为你名的缘故，帮助阮，互阮倚靠主，互阮毋是干那靠着。家己的感觉要做代志，
乃是主，阮会通真真实实到伫主你的内面，甲主你相同行，互主上帝你心意的欢喜，成就伫你的教会内底。主啊，阮仰望你，独你是主，要引带阮，引带你的教会，使阮伫你的教会，互你的教会进入伫上帝你心意的欢喜，进入伫上帝国的美满。主啊，阮仰望你，叫阮伫这个时刻继续活出上帝你的美好。主啊，引带阮，互教会实实在在活出上帝你的疼。伫主你家己美好的引带内底，三角受圣灵的感动甲引带，会通宽选出上帝你所欢喜的百姓。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亲爱兄弟，请坐。咱请后壁招待同工来斗三工一个，谢谢。谢叔，咱伫教会内底，来，先拿这一下，谢谢。拿这一下。等下时阵哦，咱要选举结束哦伫这当中哦，请咱斟酌注意哦。伫这当中，就是要选举的人哦，爱满20岁。哎，工有兄弟，我来斗三工这里。头像这，选举的人吼，需要满20岁，就是2004年11月17进前出世，并且在会在职，超满1年以上，在会在职伫咱教会，满1年以上，满1年以上了的时阵咱才并且主日崇拜爱有27摆以上，就是过一半，这是国际法，国际法，会会有这选举人。了选举的人爱亲自投票，无代替投票嘛，无通讯投票。了一张选票内底会当选4位，咱会超过4位，因为无法度判断，所以呢，就变做废票。空白票原来是同款，变做废票。今年爱选4位执事，用相关票的4位来当选。因为小阮姊妹小阮执事。因为伊伫明年的时阵，伊就会去这个圣安圣教会同齐开拓，所以呢，伊今年就甲执事会提示，所以呢，咱也执事会互伊了，原来伫这个所在照着伊美好的心意，所以呢，明年的时阵，所以咱今年原本是选3位，但是因为伊明年要去开拓，所以咱今年就会选4位安尼。所以咱会当齐做了解。所以，即使你若是伫咱安乐圣教会聚会有超过1年，并且伫今年内底，你的聚会数有超过一半，超过一半，到今仔日以上，你有超过一半，则请你徛起来，请你徛起来。你家己知影嘛？你莫牧师去甲你点名啊！你若无够野，你莫徛起来哦。有够野，请你徛起来，伫安乐圣教会做礼拜超过1年，并且1年内底超过26摆以上的，安尼好来，安尼麻烦甲票分互因。请你摕到票的时阵慢声选的牧师等下佫甲你解说，咱佫爱做伙祈祷，咱才来选举，谢谢。好来，摕到票，咱会当先坐落来，摕到票先坐落来，安尼咱就会知影OK， 谢谢。好来，咱这一届选了的时阵你后堂国语堂你莫搁来选呢乡亲啊！你莫讲我足关心足认真一届来一个人来选2摆莫安尼好来所以呢，咱看选举细则说明迄个所在遐讲到，年满20岁，在会在职年度主日过27摆，
含，原本就是一半是26摆，但是伊爱以上，所以27摆。了后会有选举，选举人必须要亲自投票，无伫委任投票。你若是宽选，还是拍交啊，拢会当。一张选票选4位，超过4位也是空白就无效。今年选4位，但是其中上少爱有2位的姊妹。是安怎爱2位姊妹？这因为咱教会内底有一个就是为着要互兄弟甲姊妹的意见无对到拢总无去。有一年内底咱教会迄个执事全部拢总姊妹，有一届啦了的时阵，到尾的时阵有一届到尾拢怎甲牧师讲的，牧师甲各位讲，结果的时阵过无几年教会执事全部拢总变做兄弟。结果的时阵无听到女性的声音，所以尾的时阵教会就制定一个方法，就是执事的比率互相无加伫1/3以上。所以呢，咱今年上少爱有2位的姊妹，迄毋是保障名额毋是，是因为为着要听到彼此的声音。不一定对。选票内底无一定爱有2位女性，但是就是敢若当选的人上少爱有2个，就是一定有2个。所以你若是3个兄弟选到关票，歹势第3个兄弟是无的。是迄2位上关票的姊妹当选，安尼各位听这个意思对，毋是讲即摆就爱投2个姊妹，毋是。但是若是3个姊妹上关票，安尼3个姊妹。原来拢会对安尼了解好，安尼咱就了解，咱3甲做伙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每一届的选举，拢是官平的形式，所以当阮咧行这个官平的时阵，求你亲自伫阮的心中感动引带阮。你是主，是上帝，要引带，要照顾。主啊，求你赏赐予阮合你心意的人，同齐做伙，同齐为着上帝国来服侍，甲主你同工，得主你的欢喜。通互安乐圣教会诚侪主你所欢喜、所悦纳、所见证、荣耀的教会之一。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安尼请咱大家选举一张票上济当选4个尔，若超过4票就无效安尼谢谢。即使你若是已经圈选交选好，咱就会当来头前投票，谢谢。好 ，OK， 谢谢。咱等一个时阵伫国语堂的聚会所做伙开票。小主兄弟姊妹，你若是要继续来关心开票的结果，也欢迎各位伫12点的时阵，咱同3甲做伙来到伫礼拜堂这个所在，同齐来关心开票。谢谢。咱来介绍今仔日来紹介有一位这个周雅玲姊妹
是属家姐介绍来到咱当中哦。来，欢迎亚玲哦，感谢主，谢谢。好，请坐哈，谢谢。等下的时阵吼，咱伫散会了，当雅玲姊妹同齐邀请吼，伫厝旁咖啡所在同齐做伙分享关心。愿上帝继续赐阮伫咱教会，互咱会人诚做一个听祈祷团队的教会。这是咱三个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请咱同齐起立来吟唱圣歌23首。龙归耶稣，龙归耶稣，望主大听托罪路。我的所有运输了了，一切拢归主耶稣。龙归耶稣，龙归耶稣，龙归耶稣我救主。龙归耶稣，龙归耶稣，龙归耶稣我救主。我的双手为主做工，我的双脚行天路，我的目睭仰望阮主，我的嘴蚵落耶稣。龙归耶稣，龙归耶稣，龙归耶稣我救主。龙归耶稣，龙归耶稣，龙归耶稣我救主。主将全心仰望耶稣，我就以主为至宝。虽然世乱贪乱血涌，我却看见那奔跑。龙归耶稣，龙归耶稣，龙归耶稣我救主。龙归耶稣，龙归耶稣，龙归耶稣我救主。愿全能的主上帝，就是迄一位审判活人甲死人的主，亲自伫一切善事上来成全你，纪念你手中所做一切美好的工，纪念你所奉献一切心神气力、金钱，并你对上帝所领受一切恩赐，诚侪美好的祭物献伫主的面前，互你一生的年日，互人得到帮助甲利益。互你的年日诚侪上水的奉献，伫耶和华的面前诚侪纪念。愿耶和华赐福互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用伊的面光照你，赐恩互你；愿耶和华向你耶面，赐你平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请坐，今仔日咱第一堂聚会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赐福大家平安。